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路大，路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好食，赞。刘总，你若要食一罐？你即摆有啥物拍算？咱们有啥物拍算？我拄则拜托你的代志啊。哦，这你放心啦。我一点仔拢袂放心。我即摆来听你讲，看你要安怎做。打食物件时吼，这讲代志，这袂消化吼。听你安尼讲起来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即摆佫想袂到着。好啦，这代志真简单嘛。我吼就前我两去玩小妹讲吼，讲柯家园这个人咧，是这事情吼受了做啊真大，而且这小老弟吼是个真有头面人，佮真有钱，人吼佮需要真缘投。我若安尼讲的时吼，阮小妹伊自然就改变伊心。你小妹哦，要参像你啦。我甲你讲，你必须爱互伊相信，是李天林叫柯条明去做。大小姐，看到你搁更加坚定，我要做个决心。大小姐，我相信那一定到你那边来。我会去家己找你。但金荣，你毋是讲你小妹点解？谁讲出来大家超好嘞？要路，落车啦！无啦，无啦，刘总，刘总，你听我讲，刘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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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讲暗时会当安尼甲伊斗阵啉烧酒跳舞，结果，是啊，好那三位啊咧。奇怪了，走到倒去？哪里？是你妈？哪里？来，坐有哪讲？哈？这段时间我咧真委屈。妈，我敢若希望
天你莫搁再做唔对代志就好啊。我无做唔对。阿玲，我有讲过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你袂当讲咱两个人人生观无共，就是我唔对啊。天怡，你敢讲几句啊，好无？你讲你对不起我，根本就是你做唔对代志啊！我对不起你是因为，咱根本就无应该有分享嘛。天怡，就这件代志来讲，咱无应该一错再错。你实在足自私的。你讲一声对不起，就有将我这几年付出的感情放好袂记是无啊？阿玲啊，你嘛知影，你见两个观念、个性拢袂歹的人勉强做伙，敢若会造成你较大的伤害、甲痛苦。勉强、痛苦，迄是你家己伫咧讲。我愿意配合你，我无感觉痛苦啊。你是安怎一点仔机会拢无爱互我？是你想要放杀我？你叫陈静文来台北甲你约会对无？来台北约会，你是在讲啥物？你免伫遐置青啊！我伫咧车头有看到伊。我抱袂尔，我一日无转来，我就无搁出去啊。建芬是毋是有来咱兜？妈，请你甲我讲，建芬是毋是有来过先？毋管安怎讲，你拢袂使隐瞒我。我啥人明你瞒你？伊安尼啥？甲你袂甲安尼啥无心无情，为着你，恁爸爸去甲安尼死去。伊去即摆要搁来怪我的囝，要我一个人孤单过日子。我怨恨你，我怨恨你。妈，陈建芬是无辜的啦，是我对不起大家啦。天宇，天宇，你是安怎做代志，不甲安尼大家遐尼痛苦呢？你袂感觉条明比你搁较适合陈建芬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条明较无负担，伊甲陈建芬斗阵，会比你甲伊斗阵搁较幸福啊！原来刁明会去追求陈建芬，是你一手计划哦。妈，我唔想。向你阿妈，阿芬哪袂转来？较煞代，两个亲像对阿芬安尼来对待我，唔知要偌好咧。哎，车到啊，车到啊，车到啊！对啊，是我啦。啊，这个车到，我阿芬啊，是你哦？你来偌久啊？我拄才到啦，你遮等下是？无啦，我昨工等你的啊。我听小妹来讲哦，你今日会回来，所以我咪等遮等你啊。遐毋过，你也毋知我坐几点的车。对了，阿呆啊，你在遮等偌久啊？
我等遮哦，我等要等足久啊呢。我等一时啊尔。我为着要等你，我等下暗7点我开始等你啊。你若7点外等到这样准哦？阿文啊，我请你啦，我送你等来好无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阿凤，你回来啊？小婉，小真歹势，囡仔拢困啊未？啊，囡仔拢咧困啊。阿呆，遮尔晚，有你送小婉等你好无？阿凤，唔免啊啦，我甲我妈妈讲过啊，今仔要踮遮过暝。阿呆，真多谢你，有你较早等去休困。小婉啊，小婉啊，一路上阿文啊，拢无要甲我讲伊台北个情形啊，你替我探听一下好无？阿呆，遐尔暗啊，你好等休困。无呢，即摆12点半尔呢。遐尔暗啊，你要问啥物啦？迄个有较暗啊啦，我说讲我，无我来等啊。阿凤，我听人讲，你连你先生面都无看到先。你无重要。迄啥物无重要？你去台北主要就要见一面的啊。好啊，我要入来休困去。无啦，阿凤，你听我讲啊。我甲天灵讲，我要入去。我毋是咧滚耍笑，尤其即摆看到你，搁加强我要甲天灵当面竞争的决心。你甲天灵，敢毋是好朋友咧？就因为我甲天灵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才不忍心目睭轻轻，看伊为着你，毁灭着伊家己的前途。你害遐尔凄惨，你搁敢来这个所在找我，请你出去，请你转去。妈，请你原谅。我知影我安尼做，一定会让你足失望、足伤心的。你看到这张被的时阵，我应该已经得去家己的努力啦。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，但是请你爱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是干那为着一个查某囡仔，就辜负着你的希望。就亲像我要离开台北。绝对不是因为我发现我甲雅玲无适合，妈，我是爱着庄脚的草地、甲树林、甲朴实的人情味。
我唔敢希望大家会当谅解我的做法，但是我非常的希望大家会当知影我的想法。是啥物想法啊？这明明是读较歹嘛。哪里？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免几工，天年家己就会转来。陈建芬是个真明理的人，要毋过天明的个性是，陈建芬有接受的感情，伊到底家己是要创啥？哪里？你放心啦，天年一定等在你的身躯边。李先生，你好，阮咧内底呢，我来叫伊好。免啦，我是来找你第三。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再来一次，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今仔真好诶，小朋友，姐姐有炸糖仔来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。你不应该来。你去台北的时阵，应该通知我一声。你若有听到啥物，就唔通讲到心内呢。我只不过去甲你爸爸量一个香，有看到你还是无看到你，迄并无重要。而且别人也无甲我讲啥物，你莫甲代志想了伤过复杂。对，别人安怎想、安怎做，拢无重要。我已经决定要住伫这个所在。等我安排好势，我特别等去叫我妈来做伙住。我妈是一个明理的人，我相信你会甲伊斗阵了真好。静芬，我别讲迄个一出世，就输着清新的空气，换着天顶的白云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希望我以后会当过一个真平静的日子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你安尼做，是要叫我过一个平静的日子咧？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赶紧离开这，转去台北，还有你的朋友甲你的事业，也搁真需要你的妈妈甲你的离婚册。你无看你对不对？我应该做错的。我总有迄个权利选择讲，我要爱啥物，还是我无爱啥物。我知影你需要啥物，你需要的是我。不是，是，就是。静芬，我知影因为我，你受到真大的困扰甲压力，不过你把这个困扰甲压力留互我来处理好唔好？会用的。我若想到你，还是看到你，会要你永远拢存在。所以我要求你，要求你赶紧离开这，转去台北。我拜托你。你开遐尼绝情啦！你还要我
你的感情。你在安怎讲啊？啊，真正这条对我讲，就快去离。我袂离开这啦，我爱这个所在。不管你有需要我无，我拢爱这个所在。静文啊，你哇，你想啥哟？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静文啊，你无你的代志。静文啊！奇怪，啊去一大台北转来边啊呢？啊，为敢会讲为着迄个姓李的？啊，即摆我是要烦恼，还是要欢喜？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我一定毋是麒麟的总经理啊！总经理，我当初要改变主意啊。其实阮大家也知影，只要有愿意，就听我转来做吧。多谢恁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今仔来是要来找一个临时工来做。总经理，爱讲笑啊啦。我毋是甲恁讲笑，我需要找一个头路。总经理啊，那以你的条件，要伫市内找一个比临时工较好的头路嘛是有啊。是啊。我若要找头路，咱得为台北拼来甲家己。我要住伫这个所在。啊？有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。害我为情。